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5月2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罗马书第8章第1节第9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行伫光中。有一首圣诗，是非洲祖鲁族的诗歌啦伊的名呢叫做西亚汉巴。这是一首合声非常水、真好听、真有力的诗歌。老师捌伫这个2000年的时阵，带这个和宁的研究所合唱团到受邀请到奥地利的 Graz 去参加国际合唱的交流。阮就准备这首歌伫音乐会中间来唱。牧师认为这首歌若要唱好，就是爱唱甲足在地安尼啦就爱哪跳哪唱。上好搁伫外口就会当体会迄个诗歌中间所咧描述基督徒应该安怎行伫上帝的光内面。其实歌词真简单，就是一直咧重复讲咱爱行伫上帝的光的中间，一直重复，一直强调，一次搁一次来受提醒。非常适合安排伫礼拜头前的选调曲。这甲诗篇中间这个上行的诗歌非常亲像，也很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所讲的。以赛亚先知讲和平，永远的和平。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伫将来日子，上主的圣殿的山要徛在伫正山的顶面，比拢总的山搁较悬，万国拢会倚倚来跪伫伊，万民会来讲，咱来上主的山。来去灵雅国上帝的殿，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互咱通行伫伊的路。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上主会伫列国的中间来行审判，伫万民的中间排解纷争，因会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刀，这国袂去举刀攻击迄国，因嘛毋免去学战争。雅国的后代来，咱着靠上主的光来行。就是讲，上帝的指示咱应该爱行的道路，咱只要行伫伊的光的中间。伊就会带咱到咱的目的地，就是伊的圣殿。耶稣嘛捌甲伊的门徒讲，若有人带恁到去官长的面前，毋免烦恼要讲啥，因为圣神会甲恁讲应该爱讲什么话。是啦，当圣神点伫咱内面的时阵，伊就甲咱上帝就甲咱有亲密的关系。圣神就会互咱搁活，会指示咱应该行的方向。圣神诚做咱灵性的光、生命的光，带领咱来行人生的道路。罗马书第8章第9节到11节安尼讲着，既然上帝有神点伫恁的内面，恁就毋是属伫本性，是属伫圣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伫基督。基督若点伫恁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的神会互恁活，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
这个神若踮伫恁的内面，即位互基督对世人中国活的上帝，会通过踮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基督，伊是世界的光。基督的教导，伊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应当爱行伫伊的光明中。诗篇29篇，上帝掌权大自然，天界大权能的正经儿啊，着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来归乎伊，着归乎伊，着将上帝的名应该有的荣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来敬拜上主。上帝的声伫水面底响，阳光的上帝起雷大弹，上帝临到伫海洋顶面。上主的声有大气力，上主的声威严满满，上主的声拍子逼香树。上主拍碎黎巴嫩的碧香树，伊互黎巴嫩着跳亲像牛仔囝，互叶文山着跳亲像野牛仔囝。上帝的声互死那闪死，上帝的声互旷野摇动，上帝互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上帝的声互母着惊生产，互树林中间的树叶落甲光光光。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喊讲，荣光归上主。上主设这个宝座伫大水的顶面，上主做王到永远。上主赐气力互伊的子民。上主赐平安伫伊的子民，感谢上帝，多谢恩主，赏赐阮圣神的性命，互阮伫绝望的中间会当得到救恩。求主帮助阮，搁较谦卑来听主，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